大家好，今日要介紹一隻 Hillbot 嘅，咁呢隻 Hillbot 就新款嚟嘅，咁佢應該就2023年出嘅，一隻就 Big Bang 嘅系列啦。不過睇落去好似就 Big Bang 溝埋呢個 Classic Fusion 嘅，一隻都比較算係運動錶類，都有少少斯文嘅，非常之特別嘅設計啊！咁大家都知道最近呢幾年就一體式嘅錶鏈嘅錶帶啊，就非常之流行啊，所以好多品牌都趕住出啦。咁Hillbot當然唔例外啊，佢又出咗呢隻啊，而且就做得都比較靚嘅，因為都比較斯文少少啦。鈦金屬嘅，咁就磨砂嘅鈦金同埋呢個拋光咁樣交替啊，都非常之靚啊！睇落去有啲咁嘅淺灰色啦。咁成隻錶其實都係淺灰色為主啊。咁一個就透視嘅錶面啦，大家見到完全可以見到入邊個機芯嗰啲咁嘅夾板嘅。咁立體嘅熒光時錶，咁就熒光包上銀邊啦，咁就大深針嚟嘅。大家見到啲針啲秒針啦，少少轉咗用紅色嘅。咁另外日曆啊，日曆就係3點位嘅，成個錶面都設計得好特別，亦都啲嗰個機芯啊嗰啲咁嘅夾板色啊，襯翻呢個錶殼啦。咁Hillbot嘅獨有設計啊，6粒螺絲嘅啤數啦。咁呢度亦都係凸起咗呢個就係 composite 嘅物料，黑色嘅。係啦，咁呢個亦都係好似咁樣 Big Bang 咁嘅設計啊，好似有3塊嘢夾住咗嘅。咁有個Hillbot嘥咗嘅框啦，另外呢度就有啲紋啊膠嘅，呢個就都係 composite 啊，唔係膠硬包住嗰個鈦金屬嘅框啊，令到大家都容易操作啲，因為比較容易擰啦。咁當然佢有鎖把嘅，咁呢度亦都有個護橋啦。成隻錶設計咗好 detail 嘅，咁配上一條就一體連成嘅呢個鈦金屬嘅錶帶啊，呢條帶都做到好靚啊！無論個打磨啦、設計啦，完全係好靚啊！你見到呢個中間少少一條罅啦，成隻一環扣一環啦。咁呢個出邊呢度啊，呢粒亦都係打磨到嗰啲切角位啊，都做到好靚好閃嘅。咁啊，頭底機芯啦，一個自動機芯，Hillbot自家機芯啊，咁就1710嘅 HUB 1710啊。咁因為呢隻錶係未使用品啦。2023年買翻嚟嘅，完全冇帶過啦。咁當然保養都應該都差唔多過啦，因為佢得2年保養，加埋登記3年保養，即係仲有保養嘅，應該去到2026年啦。係啦，個機芯你見到就都係鏤空嘅，咁個其他嗰啲位都做到好靚，因為呢隻錶就其實Hillbot就重新觸發另外一個系列啦，都做到好特別嘅一個蝴蝶扣啦。咁啊，要蝴蝶扣Hillbot都好少呢啲咁樣做法，而家可能仲多。係啦，咁有Hillbot H 嘅嘥咗啦。係啦，想俾大家睇先，咁就40mm啊，加上一個一體連成，睇下咩效果啦。40mm 其實都好靚啦，可以戴到好貼手，亦都感覺完全唔會太大啊。咁就擺喺隻手腕度，你睇完全都恰到好處啊。咁一隻都非常之有時代感嘅手錶啦。係啦，咁呢個錶其實有盒嘅，不過就嗰啲證啦，就其實上網咧買嗰陣時幫你登記咗㗎啦。咁其實大家可以 login 翻，只要 login 翻Hillbot個 profile 就可以見到你嗰啲錶㗎啦。咁佢當然亦都提供保養啦，完全冇花冇假嘅。係啦，其實都係叫做有盒有證嘅全套嘅。不過而家就全部都佢連個 menu 啊都變咗 PDF 啊，大家上網自己 download 嘅，咁都啱嘅，因為環保啊。嗱，成隻錶係未使用新品啦，咁定價當年啊2023年啊都好似要14萬幾啦，咁而家我唔知有冇加價啦。咁而家就未使用品一隻啊，基本上半價多少少啊，75,000蚊啦。咁歡迎換錶啦，係啦，咁呢個型號啊，大家可以上網查一查啦。呢個型號456.NX 啊，.0170.NX 嘅。係啦，咁大家睇一睇個 spec 啦，咁樣嘅。其實戴一隻呢啲錶其實都係幾特別幾好嘅，因為條帶都做到好靚好舒服啊。另外佢鈦金屬嘅，亦都唔重啦。好啦，你而家睇嘅係名錶 TV，記得訂我頻道啦，喺下面留言支持俾 like，同埋分享俾朋友嘅，多謝各位。